咱们深圳很适合骑行，您考察的其他城市还有哪里也比较棒？成都有个100公里的地道，那是很受欢迎的。杭杭州州骑行文化很盛行。还有呢，就是昆明，四季如春。对，四季如春，运动员冬天都在昆明那边训练。我们广东还有一个地方，广州的增城增城，它也是好几千公里的地道，它体验一下增城的美食，荔枝、烤鸡。这款车的线条我就感觉特别有特点啊。核心就在人体几何上面，我们手可能只负责20%的承重，80%可能在坐垫上面，它的几何数据的可能排位了几千次、几万次了，就论证出来，哎，哪个角度，哪个水平度是最好的。包括我们这个减震也是抵消那个震动的这种颠簸感。还有呢，这个碳纤维材料它是有一定的弹性的。多重啊？整车7.5公斤左右，15斤左右，15斤左右。那我们车架是只有720克。为什么能做到这么纤体瘦身？因为这碳纤嘛，我们这个是用的 T800跟 T1000的碳纤材料。因为这种碳纤材料以前是用的航空发明的。